大家好，我係靚正。如果你哋有朋友嚟廣州玩，想住得簡約舒服，又想買嘢同埋交通方便，仲耐唔耐想自己煮翻兩味嘅話呢，我會推薦嚟呢度。酒店由英國同日本團隊操刀設計，係本土第一家服務式公寓，總體呈現和式風格，實用簡約，線條分明，冇過多嘅裝飾。行上網紅樓梯，頭頂就係玻璃做嘅天花，晴天採光，雨天賞月。如果全家出動，推薦2房1廳行政豪華套房，闊落乾淨，景觀開揚，洗浴設施同廚房一應俱全，好啱一家人嚟度假。情侶嚟玩嘅話，高級套房就夠晒私密溫馨、舒適安靜，而且同樣有齊廚房同洗浴設施，健身房架撐齊全。等我都整翻2下先。隔離就係高爾夫模擬室，10幾支杆隨便揀，可以體驗打高爾夫嘅樂趣。玩攰咗就嚟 U 華巴 hea 下，睇下書，嘆翻杯招牌熱美式都幾寫意啊！中餐廳環境別致，低調奢華，喺度食個漂亮飯都幾好啊！酒店離東方寶泰正街東站都係10分鐘左右車程，購物娛樂交通都好方便。暑假就嚟到啦，住呢度都幾好啊，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